台乡亲啊，劳动部的纾困计划劳工贷款10万块的方案，今仔日会当开始申请咯。无一定爱有劳保，只要满20岁，有工作事实的证明，就会当到21间的银行贷款10万块。贷款的期限3年，第一年的利息政府专业来补助。也毋过，因为这个条件真松，恐惊这个名额一个就互抢了了。劳工电线的秘书长特别出面呼吁大家，希望会当把这个资源留予真正需要的人。受到疫情的影响，相关机能车行行业生意直落，连带影响真侪劳工的生活。劳动部纾困贷款30正式上路，只要满20岁，无劳保无关系，当提出工作证明，拢有机会。 想要申请纾困贷款很简单，你只要带着声明书、申请书，还有双证件跟印章到银行就能申请。譬如说，去年毕业的大学生到现在，他可能还没有来得及符合那个资格去请领失业保险，但是他的确失业了。也许这样的一个贷款，可能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及时雨。这次的纾困贷款，劳工每一个人上限10万，分3档型。劳动部也会补贴第一档全部利息，前6个月都唔免缴钱，7个月到12个月，每个月只要 还大约3260，13到36个月，每个月只要交大约3400。虽然申请贷款也是爱通过信用评分，但是只要12个月内有6个月有投保劳保，或者是3个月投保薪资23800，甚至无劳保，但是只要一档内有6个月收入23800，拢会当通过评分申请，总共50万的名额。不过限制无怪，就加名额被抢了。还是要呼吁说。 没有需要的人就不要去挤，让真正需要的人能够得到他的因为所得短少、因为所得减损而所造成的生活冲击。银行员工嘛讲，因为劳工唔免举证，加上条件松，名额可能真紧就无啊。不过劳动部这笔大规模的救命钱，就是希望会当甲疫情带来冲击降到上低。